宅男其實隱藏咗唔少優勢。你打機練成嘅目標導向思維，同保險規劃好似，將每個客戶當成任務，研究點用最合適產品幫佢過關，解決風險問題。你成日上網，熟悉數碼工具，靠社交媒體揾客，已經贏咗好多前輩。你嘅耐性同專注力，正適合深入鑽研保險產品複雜條款。而且你冇工作經驗包袱，可以由零建立最適合自己嘅工作模式。不過都要適應3大轉變。首先要從對住屏幕轉為對住人，要刻意練習面對面溝通，由約朋友飲茶開始學習同陌生人建立信任。其次要建立高度自律嘅生活，自己規劃見客同學習時間，唔可以再晝夜顛倒。最後要學識處理被拒絕，練成打唔死嘅心態，明白唔成交唔等於個人失敗。總括嚟講，你嘅分析力、網絡觸覺同專注力都係重要本錢。只要你肯踏出舒適圈，將打機嘅攻略精神用喺事業上，絕對可以做個成功嘅保險中介人。俾啲信心自己，試下。